太鲁阁族的纹面是他们文化与身份的重要象征，与部落的传统价值息息相关。这项习俗可以追溯至太鲁阁族祖先的时代，纹面象征着荣誉、成熟与勇气。女性的纹面代表她们已学会编织、料理等重要技能，能成为合格的妻子。男性则象征勇士身份，需完成特定狩猎任务或勇敢行为才能获得纹面的资格。然而 Thran 主管是巫医训练过程中最重视的过程之一，其次则是人性与品德修养及仪式祭祀，最后则是祖灵的托梦。Tora 则是胸衣，是太鲁阁男子传统服饰的一部分，通常即由特定材质制成，如苎麻布等。但随着汉化影响与政府政策的介入，纹面传统逐渐减少，成为族人深刻的文化记忆。纹面制作过程非常讲究，是用传统刺青技法完成。首先，纹面师会在脸上用炭笔画出纹面的图案，接着利用尖锐的刺针蘸取天然植物染料刺入皮肤，让颜色定型。染料通常由植物提炼，例如乌桕果实制作而成，具有深邃的黑色。纹面的位置和图案各有寓意，女性的纹面集中在下巴，而男性的纹面多延伸到额头和甲骨。这些纹饰不仅展示美学，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信仰。近年来，太鲁阁族积极推动文化复振，并透过影展、书籍与艺术展览，让更多人了解这项传统。纹面已不仅是一项仪式，还是族人对文化身份的骄傲与认同。